困相逢能几时？不知从为死后你。陆相义虽然早有准备，但是等到囡恩立到自家门前，搿个里向汹涌澎湃，激动啊！真恨不得上去啊，一把随侬自家囡恩抱到水浪。但是搿个辰光，让侬两家头啥人侪不开口，崔海棠追到门跟随来。你割开搿一栋帘子，在里向一看看得清清爽爽。囡恩是背心对自家，头低搭子，而陆相义连搿个眼神啊，崔海棠看得清清爽爽。像囡恩呢，真个不懂事体啊，你啊，你快点拿我头抬起来呢！所以海棠恨不得现在辰光还有啥个晾衣裳足够，让我伸进去，拿囡恩的搿个下巴搭里挑一挑起来。所以海棠你不要急，啥体？现在顶顶几个人，加上是陆少，陆少我想现在是相亲，相亲是关键。把现在讲起三个寻工作啊，有搿种样子的。最关键，那就是第一面的印象。假使是第一面的印象好，那个事体啊已经成功之不绝。像美姑娘你啥体哦，那个头你不肯抬起来，你抬起来你真会抬。那个只美姑娘也晓得，你像你跟我一式一样，你年纪比你轻啊，那个皮肤啊。那个眼睛也比你大，你也晓得我搿日天我当你碰头，本来我车子里向钻进去，我追也追着，随时我头趴回过头来一看，当你眼光一碰头，你是不晓得我头行一混到现在辰光，我为了混你也晓得。咁么哪能呢？上面头上当然晓得，上面头上叫我能该讲帮忙啊，哪能帮忙？搿个叫安帮忙，陆少华。那么，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你说的美姑娘，妹妹，这就是我的姑妈。陆相义一听嘛，这个李先生这个，我说少华，你和他是什么称呼？姑妈是这样的。因为我比他大2岁，所以我们呢是兄妹相称。陆先生想，那个阿人女子啊，那是为数了是没法结婚的啊，啥个兄妹了呢？但是阿晓得，你都的确是兄妹，表兄妹。但是这个表兄妹可不是你讲的兄妹。那么阿也对错你哦，一个聪明的长辈，一个有智慧的长辈。搿种地方再令得清爽，不能弄清爽。听起来阿是女子辣浪介绍和陆相义何等聪明，你马上就觉着囡恩今朝个头你抬不起来，你是让帮你个忙，你上去了帮你个忙，我是你个娘，那么我应该哪？我更应该帮忙，你不理个代价，我还要不理一人代价。故而陆相义极其放松。笑嘻嘻的面孔，极其温和的声音啊！这一位就是咱少华赞不绝口的梅姑娘。没把对么认得呀？你都听得清清爽爽呀！各位姑妈的声音，阿也我的完。从这个声音里向，自我觉得是。搿位姑妈是一位慈祥的长辈。哎哟，得想着没办啊，你昏脱走，你今朝来做啥交通的？搿位姑妈既是长辈，还是早知。你啥个踏进来头低的，最后才500一个有点过分。想到该老们，没办个头，慢慢接。
老抬起老师，我看见嘛，要紧，对个马上看，来着，陆先生用不着那关张，我自家会得看完。激动哦，陆先生一个手要紧望着自家搿副眼睛望向，当推上去，对囡仔细一看，你哥哥，这个，滴答答答答答答，哒啦啦滴答哒啦滴滴，喂，那啥讲奇怪，两张面孔一绑团，搿房间里向虽然极轻，居然有好几声声音。哥哥，搿个是边上后本的老先生里发出来的声音。哥哥，奇怪，记得老先生你刚刚踏进来，看见搿个罗少爷姑妈招呼朗打个辰光，你心里向已经觉得奇怪，搿个姑妈搿张面孔像啥没有说啥地方看见些过，想不起来。李老恨自家上年纪搿种记性实行太坏，不晓得搿小姑娘上来嘛，搿个头低到子，等到小姑娘面孔胖抬起来，老边浪向一看嘛，也奇怪着，啥体？梅姑娘，你搿张面孔想起来，在你搿张面孔搭罗山要公妈搿张面孔，哪一时一样的奇怪？搿个老先生觉得奇怪。罗少华用不着讲是，搿先生非常得意，搿嘛也是眼脱了之外，比你漂亮。拍板我，李文山我做生意才讲，等拍板，这个那可是崔海棠，崔海棠例子外头看得清清爽爽。哎呀，其实用不着两家头评排评，我早就晓得搿个两家头面孔极其相像，侪漂亮，两朵花似的。但是搿个两家头，侪因为跟着我崔海棠，真的是因着实讲一句闲话，叫红颜破灭。但是囡啊！你看你娘搿个眼光，今朝囡你人娘你有把望着，没把眼脱子，眼睛嘛，你搿位公妈搿只面孔，这骗了我娘喂！阿为人错，那还为人错，搿张照片推就看过，不止几花套手，不会错。你出去也想问一声，哪也是侬娘？闲话带嘴巴半边，娘紧咽下去。为啥？没办啊，你来做啥？你来教堂地，教子堂地要去要个命。你今朝搿声闲话出口，如果李是你娘，反去讲理；万一不是呢？世界天上人像人，不是唔得，万一不是，搿位太太一定有想法。哎哟，搿个小娘得活了怪啊！哦，我交拨你铜钿呢，马上娘喊起来着。10个一来，3000块500把嘛，我要搿点命，所以硬劲咽下去呢。你再激动，现在辰光再激动，那是老相见。看见囡的面孔，三哥照着一面镜子。镜子里向的自家，搿个辰光充满理想。侬未来看得是好看。但是随后搿个辰光来一个人，啥人？有宝贝。你踏上来第一桩事体，随侬搿面镜子，砰，掼得叫纷纷散。所以现在辰光，搿个路上一个人。几乎能激动，你搿个人恨不得扑上去，来保护自家个囡，啥人今朝才不能帮一帮我个囡？然而，只有陆香云是自家个娘，你才能觉着囡看见自家嘴巴里向得出一个字：你。囡，你想说啥？你已经认出来了，你想说你是不是我的妈妈？陆香一激动，你问呢啊？我你怎么了？
也想问你，阿是我娘？我是你娘。不能问，啥体？门子呢看不起我的。啊，我啊，你人娘，我哪会得看你不起呢？其实侬今朝你非常清爽，你是家动里来，是娘没啥，万一不是娘，侬啊，你今朝到该搭来3000块洋钿，不咋讲，做了一次打水，将近1场空，看得出侬随浪短短搿一些个辰光，你搿个一点点个辰光里向，脑子里向思绪万千，到最后，你认为搿个闲话秋季，葛末陆香怡。侬里不管人，那么你可以人啊？你可以喊出来吗？我是你娘，你可以喊吗？都也晓得。其实现在辰光的陆香怡心里向也是非常复杂，想得很多。也晓得你非常怕啥人？你居然是怕自家门前的搿个人，为啥？16年来，可是川海堂我脸碰到的，一昼夜一昼夜。我是你的娘，但是我从来分白过你一周。你对爷侬两家头是相依为命啊！我现在轻轻悄悄上去，我是你娘，你也会得承认。都是不会的声音，为啥？我搿个爷，那才是娘。我搿个爷到今朝一年，死活让你做到挑杯中，利用你个命，用你个命来养活我妹爸。你现在来做娘子，非要你面孔胖一杯，讲出来话难听啊！说着搿些我陆香怡，你盯到盯了让怕侬。陆香怡一动脑筋，实讲吧，慢慢讲，让我先搭里配对。还有啥？我让闲话当中讲了讲，我来判别，我寻找机会再来相认。对，啊，你叫美姑娘，挺漂亮。你姓吴？是。叫什么名？美宝。哎呀，美宝，这名儿可真好听。谁给起的？是我爸爸。不，最后呢，我打官司啊，这个事实才就是我起的，那一句闲话就说出来了。那看嘴巴里向侪是呀，爸爸。几岁了？16。还念过书？初中毕业。是吗？在那样的环境下，初中毕业不容易的。我听少华说你爸爸是第3期的肺病，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得的这病呢？没白听你辣讲，辣皮面的，像我娘，为啥？陆小华的公妈姓陆，我的亲娘姓陆，叫陆香怡。而最重要难听你问我要搿种语气，搿种关切的眼神，你不像我要讲，今朝搿段事体讲出来。如果你是我娘，我是要你晓得，要搿个16年是哪样过来的。如果你不是我娘，我也要你晓得，搿点铜钿拿出来，你是捐给哪样一个人？太太，说起我爸爸，他的病一言难尽，非人开
为了母亲会迷茫，悲戚戚对了我这强大婴儿，只为是与你苦斗每一时，知道弟弟与大娘为呀吃做女人下的家，一家甚至他哭之惨，一内心他何时病，只知他可强离离，不牛可衣裳，为的是上下人来送我进我堂，让我想走一个不负今生的女学生，想我的呀，女生侬放读书的，我能读，而且我能够读到初中毕业。你非是不一样，随时每当刮风落雨，呀，总是在学堂门口见我发手时，我要拿个背走去。我记得蛮清爽。我初中一毕业考试，搿日子的，搿场雨落得大是大得来。我踏到校门口一看，爷立了个雨队里辣浪等我。眼睛要拿个背走去，我说爷，我自家大着，你背不动，我自家走。要晓得爷难受，我爷讲没办法，你跟我一起吃苦头，趁爷现在还背得动，你让我静静心。太太，您瞧，您瞧我身上的衣服，我出来像样样，你还晓得我爷哪个？非是身上516个衣裳，大大冷天，家里的面孔才不一点。太太，这就是我的爸爸。陆三姨，耳朵里辣浪听囡恩的事实，但是你觉着自家搿个人，似乎里就来到了搿个自家从来分去过的搿个安徽籍张氏村的搿一个地方，你好像就看见翠海棠辣浪太阳底下，辣浪雨队里，辣浪拼心搏，连我一切的一切侪不理睬。你说的很对，你的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好父亲。他非但是位好父亲，还是一位好丈
丈夫。是，太太，我誓不跟着杀追问，追问妈妈谁后方，他总是亲劝退，神哀伤是妈妈遇见去替当花的之际，他总是泪满眶，即使他一步杀妈妈你，一张这皮视作真白呀，相思苦思想，妹妹杀意都对更凄凉。他为了妈妈，为了是与你非妻同口一人伤，非妻心属一人担，我是今生今世内伤。太太，别人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可我要说世上唯有爸爸好。陆先生让他听侬，你讲到最后搿句闲话，陆先生你让别侬，你讲搿一句闲话，你是不晓得坐辣门前的是恁娘，你还是晓得是恁娘，你有心讲搿句闲话，陆先生变出来，有心。啥天来看你搿对眼睛，讲搿句闲话，我搿两张眼睛咔盯牢恁娘的脑壳。陆先生觉着我是对不起，虽不人有娘们，陆先生听见搿句闲话，也会得吃醋。陆先生觉着我根本就没资格吃醋。当初辰光。崔海棠面孔灰得之后，后来里写一封信出来，搿一封信写得清清爽爽。崔海棠的脾气，面孔灰得里不像我，也事实是边浪两好朋友拖拉之地，不算是完全是劝到最后，崔海棠是答应不死。记得那搿个事体到今朝一年，你回过头来，你再来看。不死两个字，其实比死好好叫一难，难百倍，难千倍。崔海棠讲下来，不死
你要碰瓷上样一个血泡泡的小囡围追起，你要过日节，你大致搿一张面孔，大致搿张面孔围追起，还不单单是难看，是拨人家心里是难想的，你要承受搿种拨人家难看那个眼光里过日节。为州搿乡下里还不晓得，罗里一日可以当我罗香姨重新绑团合家团圆，你啥个侪不晓得。但是你答应，一诺千金，你为州去。但是搿个男人了不起，口头吃做，16年居然把你支撑到今朝一日，我罗香姨我有啥个资格吃力个？罗香姨眼里淌下来，梅姑娘，你说的对，你的父亲，他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好丈夫。看上去是我娘啊！为啥你听你讲闲话，你口里搿种样子啊，辣老出眼里。搿个不仅仅是懂的，一定会有伤心。太太，对不起，是我家的事儿，让您伤心了。记得搿些辰光，娘囡我两家头讲闲话，侪是十分的当心。既要想人娘人囡，但是一张怕碰上对方。囡是让安慰娘，但是也晓得搿些辰光你讲搿一句闲话，你反而触动子娘伤心。你娘你反伤心啊，是吧？你这个事你反伤心。但是罗香姨现在辰光你听不得伤心两个字，囡啥叫啥伤心？囡啊，你是分经历过，像娘搿种经历。你想，我想你这样大的人辰光，我碰着一桩事体，就碰着搿一个男人有包饭，你搭上来，弄我一切全部毁脱，就一夜天我全部毁脱。但是我辣搿个辰光，我就觉着做人真的没意思。搿辰光属于搿种那个年头，搿种伤心。囡乃分经历过，乃能嫁得几分？好，我当然也分手了。搿分手以后，我都不晓得罗里一日可以再搭里绑团，罗里一日一个让人家可以合家团圆。但是搿一种相思之间啊，不是看得见，不是晓得有啥样的日节，根本就不晓得。无情之相思，各种味道，各种难过，各种伤感，侬乃能嫁得几分？所以乃爷要搭乃讲，乃娘死者算是爱护乃啊。还有一种伤心，我真的难以启齿，真的我难以讲不出口。啥体不管难舍。为了认得我还是有包饭的妻，有包饭你会得认得来，我会得陪你同上共枕。每到搿一个辰光，你也晓得我难想，我自家辣我自家深刻不是。我想死，但是我晓得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到绑团的搿一天。搿一种伤心，侬乃能嫁得几分？所以，这个媒包里当然是不晓得，所以伤心两个字触动子罗香姨心间，思绪万千。搿人没啥意思，人生苦短，人生无常。想想自家搿一个人生，
卡下头是2段辰光，小辰光出生于思想问题，通过所以2个小头屋里向所有人欢喜得不得了。搿一段童年少年，那是一个幸福的时光。搿一段辰光，第2段辰光，那就是搭来爷认得搿段辰光，卿卿我我，山盟海誓。有上天，有搿一天，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那就是搿一天，拿爷拨我乱了2米加3的水啊！伊定情搿一天，结果再有拿爷单独为我唱一段戏，那段戏叫《路人交关》。搿个不是一段戏，啥个？搿个是一种精神的支撑。因为后来我有几次，我想死，我真想死，我才准备好着。但是虽然搿个辰光，脑子里向搿个声音来着，搿个声音实讲苍凉，实讲激越，随着搿个声音来阻止我自杀，来鼓励我活到今朝一日。就上路上想了想，想了想，才想到搿个辰光，啪，脑子里向来算出一个念头。我实际上看重搿一段路人交关，就有可能崔海棠也看重搿段物事，也会得崔海棠拿搿段物事去交拨囡恩啊。葛末也是陆湘怡拿预备关照囡恩唱戏啊，我辣转轮浪向拿关照囡恩唱戏，不管乃是啥个目的，拿搿个等同于附属啊。啥体？今朝搿个囡恩你勿晓得，你以为今朝乃是渣子，而少下你以为我是媒人爸爸，跟你陆湘怡好聪明的女子，一动脑筋。梅姑娘，不伤心。世界上什么事情都能过去，什么坎都能过去的，将来一定会好，一定会好的。你会唱戏？是。为了爸爸还出来卖唱，那戏一定是爸爸教的。你不知道，其实我也喜欢听戏的。我特别的喜欢一段戏，那段戏是一段小生戏，那段小生戏叫《罗成教官》。你肯定是我娘，为啥？有日子他要当我是干，我跟你唱《路人结归》，遇着一日排队那个娘，你唱不离听，也许你会非常开心。陆湘怡眼睛里看出来哦，是囡，但是你看出来，居然2个人影子啊！一个是囡，还有一个就是崔海棠。你看搿个面孔，搿个侧影，搿个嘴巴，哎呀，一时一样。眉毛一开口，你想个房间里向边浪向人侪眼脱哪会啥个样子？啥鸡叫？搿些辰光房间里向别静。也是一点点声音啊，不，有个哪会得没声音？有个再响声音，那是娘侬2家头心跳的声音啊！只听见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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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侬啊，娘，搿些辰光你辣浪想啥？你辣浪想啥？我辣浪想，你搿一家人家总总是等待搿个一日天子来报。太太，别叫太太，你应该叫妈妈。
妈，美宝，妈妈，女儿，我的好女儿，两卡扑上去，紧紧相拥。40岁，偷老子对方，抱老子，拉老子，啥人侪不肯松一松。最后节目才开到肉里向去，不肯松。啥体张破就这个松一松，也是16年的分手。我要是割开这个一种例子，外头崔海棠你看得清清爽爽，也晓得了崔海棠眼睛里头看出来，你看出来是一幅画，搿一幅画极其简单，两个人物寥寥数笔，但是有啥人晓得？有啥人晓得？就为着搿个一幅画，崔海棠画了16年的心血。那么崔海棠，你非要多想呢？你非要多想？李多良他就已经抱了一道，你快点，你进去，你将回头碰一台，要跑进去和家头。说出来不知你相信不相信？加上过些辰光，崔海棠眼里浪过下来，袋子里向轻咚咚过2个字：了了，了了，啊，了了，了了了了，过3遍。崔海棠身体慢慢讲走过去，从搿面上来，又从搿面过下去走。来个辰光没人看见，走个辰光没人注意。崔海棠，我晓得你要到啥地方去，老鬼话，女人上去退身，何况人啊？你啥地叫？啥体？观众朋友们，文章